講到客家人嘅美食文化，當然天天會想到板條、糍粑誒，還有甜的、鹹的、鹽的邊的238一版無窮的版。聽到位啦！唔講點麼？客家人唔單止會用米變出各種食物，講到中午誒，佢又整結係比強還開強。喺台灣東部嘅後山，就有一群客家移民，第一片打出出透明嘅夢幻精品，傳說就連日本天皇也都可以愛用炸啦，一碗再一碗食無停啊！到底客家人做乜嘅會來到後山呢？天皇米嘅故事醞釀嘅走出來呢？講到客家人嘅歷史，當然天天就會聯想到傳說中邊邊邊邊幾下擺嘅太前賽。唔講啲台灣嘅客家人，其實每位邊邊邊邊第一處導航搬來搬去冇。19世紀後期，太前帝國嘅官員喺台灣帶領軍隊走到山後，佢幾下條西片貼到東片嘅路，來到東部以後，官員開始慢慢去打廣告，向漢人來開墾。後山有幾片嘅土地，當便宜喲。到日本時代。揾到資本家建設嘅現代工廠，愛招募客家島移民來聽出佢哋多數嘅種甘蔗。早期生活喺台灣西部嘅客家人，處境本來就較艱苦，當然就響應政府勞費沙嘅招募，行上嘅里程都將嘅發動中國去開墾時田地，傳揚客家移民嘅親朋好友一撒來一撒，天天形成後山客嘅遷徙潮流。其中當到移民來到邊南海嘅河谷地區，撈幾片嘅房地開墾變做良田，當然就地下種出傳說中日本天皇咪好食嘅超級好米。等一下，真係係安尼係。好山好水嘅台龍中國種出來嘅米，本講做係米嘅 LV， 一片嘅火柴飯包，當然也可以賣到公滾。But 一條菜鐵嘅稻米品牌，其實也可以當圈台嘅產物咯。1980年代，台灣嘅農產品面臨貿易經濟壓力，政府就對台東重點推動良質米產銷計劃。新嘅種草、新嘅技術，本稻米品質全面升級。喺各地品牌打造嘅過程當中，台北嘅故事就不應重新編排，產生了日本天皇御用米嘅傳說。其實這樣時，日本嘅地方行政機關本來就會對慶祝書城嘅新昌基地杯進行新國獻納，表現人民對皇室老臣民嘅尊敬。1922年，喺台灣嘅農業改良取得進展過後，總督府也指示各族堂愛領定來欽良田好米獻本天皇。做到本縣做獻國批，當然愛有得為本定。不過獻本天皇嘅稻米主要用途其實係表達出面啲人民嘅忠實，並冇天作會變做皇室嘅日用品。近半年，台灣當到生產稻米嘅鄉鎮，也都有各式各樣嘅天皇米傳說。不過日本天皇都係好什麼，驚怕就佢自家當地呢。嘰里呱啦講到呀，客家人嘅二次移民浪潮，是為推動後山開發嘅重要推手，能夠聽出台東生產出有特色嘅菜地好米，甚至做得喺國際性嘅比賽當中拿到大獎。看來一條稻米嘅品質，根本冇需要天皇來擔保啊！想到客家人嘅奮鬥，大家就會聯想到豐富多樣嘅美食文化。不過無窮嘅食材，讓我哋歷史當中應有盛行，也得我哋好好來探討啊！嗰啲台灣嘅客家莊，還有哪條食物，也係老客家人嘅故事，輕輕連都 Q 下咯。客家客棧，哈哈，好聽，你真來了。